你冇法子救賭場賭嘅，因為我哋係抽水㗎嘛。我呢個輸字啊，都好少肯接受。我一生人呢，唔聽個 no 字嘅，一定要搞到 yes 為止。何鴻燊出生於香港顯赫有名嘅何東家族，係何東細佬何福嘅孫。何鴻燊喺屋企排行第9，佢爸爸何世光係商人，但後嚟因為投資失誤而破產。何鴻燊亦都因為咁一夜之間由闊少變成窮小子。但係一到13歲，知道個家庭破落啊，老豆都要走佬啦。哇！咦，唔係少嘢喎，老母就喊晒話：喂，我冇錢支持你讀書喎，除非你攞到個獎學金啊！當年佢正喺香港皇仁書院就讀，佢醒覺只有讀書先可以扭轉自己嘅命運。佢憑住努力成功升讀香港大學，修讀理科，但又因為戰亂而要中途輟學，走難去到澳門。喺大學讀到第3年呢，就日本就嚟侵略香港啦，咁啊變咗冇書讀啦。亦喺香港，我又打過10幾日仗，好危險嘅。比如俾佢一知道咧，就拉去赤柱坐監啊。咁故此我咧就用一個難民嘅身份咧，就去咗澳門。佢冇埋怨自己有過呢一段困難嘅過去，反而覺得挑戰就係致勝之道。即係如果我一路有錢落去嘅咧，我睇未必啊，我今日會能夠喺澳門咁成功。因為的確自己窮困斗零都冇，得個10蚊咁老母亦咁凄涼，一路要我要發奮，咁我亦的確俾啲有錢嘅親戚藐視到，撞到我喺街都暈路行，故此我咧就覺得好發奮，故此我而家咧亦趁呢個機會再一次叫啲年輕嘅人士。要咧真係發奮，我唔信你哋冇機會嘅，上帝係好公平嘅，只要你勤力發奮，總有個機會輪到你。咁輪到個機會到嘅時候咧，你要識得把握。佢遇到困難之後，好識得把握機會，去到澳門成為佢人生嘅轉捩點。咁啊去咗澳門咧。澳門咧對我咧真係算認真好啊！即係袋住10蚊喺袋，咁啊一路喺澳門工作，至到今日有多少成就？佢到咗澳門，先喺貿易公司工作，因為表現出色，好快成為老闆嘅得力助手，更加獲分得100萬嘅花紅。佢就利用呢一個第一桶金，獨力創辦咗澳門火水煤油公司，做燃料生意。之後佢返嚟香港發展，同人合資創辦利安建築公司，因為佢相信香港地少人多，從事地產投資前景無限。50年代中期，佢已經成為香港有名嘅富豪。1961年，何鴻燊嘅事業繼續扶搖直上，佢同霍英東、葉漢、葉德利等人創辦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，即係澳娛，經投得澳門嘅博彩專利權，建成葡京大酒店。更加自此開始喺澳門壟斷式經營賭場。外人見到佢風光，但係佢話呢一切得嚟並唔容易。1961年嗰陣咧，競投呢個賭博專利咧，當時啲報道咧就好緊張，因為咧啲舊人咧始終唔肯放手，即係邊有咁簡單啊！我哋喺葡萄牙有咁大勢力，喺澳門有咁大勢力，咁簡單咁就放手俾你何鴻燊，冇得傾，甚至威脅到佢嘅生命，但係佢仍然堅持。當時咧係威脅到好緊要，喂，你因住喎，你如果一定堅持要開嘅咧，你買定棺材就得啦，我咁緊要啊！威脅到好緊要，咁我當時咧，我話放心啦，我話第二個講我聽，我會考慮。你講唔好客氣啊，我話嚇我唔到噶啦。我話我呢次咧，全港澳啲報道都賣晒出嚟啦，
咁我哋亦都要顧面嘅，冇法子唔開啊，一定要開。咁啊都咧真係啊開咗啊，3年後啊，啲人就起手趕嚟我啲雞尾酒。佢一生人都唔服輸，呢一種性格，亦都令佢一次又一次轉危為機。我係一個生意人，我咧真係啊唔係好相信失敗嘅，即係我而家幾廿歲啦，亦都撈咗幾十年啦。咁我覺得咧喺生意嗰方面啊，窮則變，變則通，冇乜理由啊咁容易失敗嘅。故此我一路咧都呼籲啊後生我一輩嘅人士，我話唔好接受個 answer no 咁易。我一生人咧唔聽個 no 字嘅，一定要搞到 yes 為止。咁我話呢點咧係好重要嘅。原來人稱賭王嘅佢自己並唔中意賭博，雖然佢係靠呢個揾食，但佢眼見好多人沉迷賭博，亦都奉勸大家小賭怡情。我一生人啊，我對賭博咧就冇咩興趣嘅啫。至到今日為止，真係打麻雀我都係，你哋玩啊，我都好少打嘅。咁啊，但係賭博啊，就冇可否認啊，係好吸引。即係我一向都勸人哋啊，喂，賭博嘅當係一種玩耍係娛樂，但係千祈唔好咧過分賭，因為你咧過分賭咧未必有得贏嘅，因為我係抽水嘅，但係啲人唔聽嘅，唔得，我要贏新歌。長達40年嘅壟斷，令到何鴻燊累積唔少嘅財富。有咁多困難，而家卒之咧都可以達到我多少成就，又可以即係兌現我嘅承諾。何鴻燊曾經承諾過，當自己有能力嘅時候，要為社會盡一分力，取之社會，用之社會。佢係出名嘅公益慈善家。由01年起，佢開始賀禮捐公益，將自己生日所收到嘅賀禮捐俾有需要嘅人。除咗公益慈善之外，佢亦都參與城市嘅建設。喺澳門，佢積極參加多項嘅基建。我哋喺基建嗰方面咧，港澳碼頭又係我哋起嘅。呢個機場娛樂公司啊，差唔多佔40%。其他嘅大基建，例如文化中心，起咗10億元，我哋娛樂公司佔一半。佢嘅付出亦都為佢贏得唔少嘅榮譽。澳葡政府就曾經以佢嘅名命名一條道路，對佢嘅貢獻表示認同。咁啊，即係代表認為啊，何鴻燊咧都係對澳門有相當建設，有相當貢獻，佢似俾條咁嘅馬路。而成就何鴻燊傳奇嘅一生，佢話運氣嘅成分佔咗好少，亦都勉勵時下年青人努力至上，唔好心存僥倖。一命二運三風水，五積陰德就4積陰德就5讀書，係5讀書就真嘅啫。咁固然我認為咧，第一你想成功咧，要讀多啲書。第二要好勤力，第三你要肯犧牲，唔可以話朝9晚5嘅。如果要需要嘅時間咧，你就朝9晚9都要噶啦，冇辦法噶。故此我對成功嘅睇法咧，就唔同普通人嗰啲，好運啦，何鴻燊唔係運嘅，你信我啦，邊有咁多運啊？